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，屏东这位28岁青年，本地是一个运动的好手，伊有救生员甲唱水员的证照。10年前的某一天，上英文课的时阵，突然间来吐，当时无特别注意，结果等伊到厝跋倒昏迷，送病院检查不得了，是这个脑血管腺瘤引发的脑出血，伊规身躯瘫痪，智力剩2-3岁。 伊的爸爸讲，伊干那这个囡仔尔，袂当甲放弃，豆豆甲治疗，即摆已经会当来活动，但是也是无法度正常来行路。就是慢慢训练他这个。做老爸伫边仔，你教这已经28岁后生伫学福建。那真强。 练搁较济动作嘛袂忝，面总是有笑容。这个林正廷，较早是运动健将，有救生员等等的执照。要过10年前被诊断出伊规身躯瘫痪，智商只剩2-3岁。在上英语课伊就吐，出来大约1000公尺那边他就倒下来了。倒下以后他不会讲话。 想起了当时的情形，也真艰苦，想袂到讲因后生一个吐了后，雄雄就咧昏倒在地，结果是脑血管肌瘤病变引起的脑出血。医生就判他是极重度植物。我干那这个囡仔尔嘛，我袂使甲放弃。我个亲人耐心的陪伴林正廷，慢慢有法度活动，抑过无法度正常的行路，这个病变敢真正无法度预防。 你除非有家族史、先天的遗传这种疾病的话，才有可能，就是那个机会比较大。那像年轻人的话，你说呕吐，然后就怀疑脑部有问题，有时候很难。医生提醒讲，若身体有问题时，第一时间就要赶紧去找医生，照到早一步进行治疗。